去年，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发现了740亿立方米的页岩气储量。另外，在东突厥斯坦的塔利木盆地发现了10亿立方米的盐气。中国国家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宣布其2019年的油气储量创历史新高。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子公司中石油副总裁李陆光表示，该公司2019年生产石油64万吨，预计不久的将来年产量将达到300万吨。该公司还宣布，中国在新疆发现了740亿立方米的页岩气储量，但是中国当局继续在东突厥斯坦实行种族灭绝和剥削政策，将数百万突厥穆斯林拘留在集中营中。土耳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阿非尤卡拉西达尔举行了东突厥斯坦一星集会，以引起人们对东突厥斯坦局势的关注。东突厥斯坦理事会主席图木图尔克、民主党主席、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员居尔特金乌萨尔、大国民议会议员克萨尔和许多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了集会。另一方面，聚集在卡迪克伊滨海广场的摩托车手抗议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的压迫政策。土耳其摩托车平台发表声明说，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了各种侵犯人权和宗教压迫，我们应在各种场合提出和记住维吾尔族的处境。作为同胞，我们与被压迫的维吾尔族一起站立。车臣拳击手阿图尔巴特比耶夫拒绝参加中国的一场拳击比赛，以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镇压。中国媒体曾报道，拥有 IBF 轻重量级世界拳王强制挑战权的中国拳手孟凡龙将向 IBF 和 WBC 轻重量级世界拳王拳手阿图尔巴特比耶夫发起挑战。据报道，贝特比耶夫不同意在中国露面。作为穆斯林，他对中国虐待该国西部的维吾尔人持严厉批评。报告表明，东突厥斯坦有3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被关押在集中营中。中国中部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共报告了59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日发布了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情况通报。通报中称，武汉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当地卫生官员强调，武汉市数十人感染的上述疾病为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可能性已被排除。目前，所有患者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2003年，非典型肺炎在中国造成349人死亡，香港则有299人因感染此病毒而丧生。伊朗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取消了所有伊核协议限制措施，伊朗迈出了第5阶段，也是最后一步。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周五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机场外被美军无人机炸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发布推文称，美国已确定52个伊朗目标，如果伊朗采取报复行动，美方将对其进行非常迅速且非常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是在本周末的电话中向扎里夫发出了这一邀请。博雷尔邀请伊朗外交部长到布鲁塞尔就这些问题进行接触。